好来继续来看，专门咧走高速公路的国道客运票价10年无起，业者要求都要比照公路客运调起17%。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讲，政府会甲国道客运补贴啦，但是绝对毋是考虑到选举哦。另外，这个远东航空敢有机会来复飞咧？林佳龙讲，停飞事实确定，民航局已经向交通部提出建议，来废止远东航空的民航许可证。国道客运的票价嘛，准备要起，要求比照公路客运起17.17%，但是交通部长林佳龙当伫正面，建议要补贴国道客运业者，强调毋是选择考量，伫上任了后就规划。有开始在研议就是参考公路客运的方式呢，一方面进行一些补贴，那来降低它的这个负担。那更重要的是提升它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也在研议包括联合营运。像利用时段，互各家客运联合营运，避免空位率上悬，增加营运成本，佮要影响到民众坐车权利。那是空中交通，我人感觉佫会当飞。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民航局已经向交通部提出建议，废止远航的民航许可证。那这个部分已经送到交通部，我们交通部的航政司还有法规会也请这个民航局再补充这个说明理由。民航局到即卖也咧审后悔案，但是摆传出着远东航空发未出定国的薪水，已经对内公告延迟发薪，劳动部嘛已经进行查处，若是确认属实的，就会面临100万的裁罚。